你以為暴龍係最古老嘅巨型恐龍？少年，你太年輕啦！遠喺3疊紀末期，地球已經出現咗一種足以震驚世人嘅巨獸——板龍。呢隻身高幾層樓咁高嘅植食恐龍，唔單止體型龐大，佢仲係後來所有巨型蜥腳類恐龍嘅老祖宗。佢用2條腿行路，但必要時亦可以4肢並用，完全係史前嘅變形金剛。板龍嘅發現，徹底改寫咗我哋對恐龍進化嘅認知。佢話俾我哋聽，巨型恐龍嘅時代並非始於侏羅紀，而係更早嘅3疊紀。呢隻早熟嘅巨人，為後世嘅巨型蜥腳類恐龍鋪平咗演化嘅道路。佢嘅存在，證明咗地球生命喺最艱難嘅環境下，依然可以演化出令人難以置信嘅奇蹟。所以，下次再諗起恐龍，記得板龍呢個被遺忘嘅先驅。